為什麼要注意個人衛生？注意個人衛生，有助保持身體健康。怎樣清潔雙手？用正確的方法清潔雙手，可以預防疾病。先用水弄濕雙手，加入適量洗手液，由搓雙手至起泡。洗擦雙手最少20秒後，用水沖去泡沫，最後抹乾雙手。怎樣保持身體清潔？我們要每天洗臉洗澡，也要保持頭髮清潔。怎樣才是良好的飲食習慣？我們應該吃有益的食物，定時進食，進食時慢慢咀嚼。為什麼我們要有充足的睡眠？小學生每天需要9至12小時的睡眠，我們要有充足的睡眠來保持健康。我們應該怎樣分配時間？我們應該妥善安排自己學習、運動和休息的時間。我們要注意個人衛生，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，有充足的睡眠。我們也要妥善安排時間，有適當的作息，這些習慣都幫助我們健康成長。